大家好，跟住會同大家講下咧幼兒教育機構嘅領導角色。咁幼兒教育機構嘅領導角色咧，咁就主要包括三個嘅。第一個啦就係領導者嘅事務角色啦，第二個就係教學角色，第三個就係轉型角色喎。首先介紹下咧咩係事務角色。事務角色咧，即係一啲咧領導者啦，都需要管理翻咧幼稚園入邊嘅日常運作喎。由大至細嘅日常運作咧，都需要管理嘅喎。好似一啲學校嘅清潔啊、衛生啊呢一啲要處理啦，人事嘅安排啊，甚至開支嘅呢啲安排咧，都需要處理嘅。咁呢一啲就係事務角色啦。第二個就係教學嘅角色啦。教學嘅角色咧，未必係指個領導者咧要落手落腳咁樣去教小朋友同小朋友上堂喎，但係咧一啲課程上面嘅安排啊，或者一啲小朋友嘅學習效率啊、情況等等啊，咁其實咧領導者都要了解翻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教學角色啦，同時佢亦都要了解翻譬如老師嘅教學質素會係點啊，去帶領翻老師點樣去推行唔同嘅教學啊，咁呢個都係教學角色啦，需要做嘅嘢。第三個啦就係轉型角色，亦都係我哋咧今次想重點去講嘅角色嚟嘅。轉型角色啦，係指譬如一間幼稚園當中，我哋會推行唔同嘅關注事項啦，或者唔同嘅願景喎。咁點樣將呢一個願景、呢一個文化咧推動啦，去帶領成間學校去有個進步啦，或者有個改革咁樣咧，就係一個轉型角色咧需要做到嘅嘢嘅。咁喺轉型嘅角色入邊咧，亦都分咗三個導向嘅喎，分別咧就包括第一個，作為改革嘅倡導者、領導者啦，需要主動咁樣去提出一啲改革嘅建議啦，同時亦都要激發咧，譬如老師去對於呢一個改革嘅支持同埋認同嘅喎。等大家咧成間學校啦都有清晰嘅共同理念同埋目標啦，去一齊參與、一齊去改革嘅。就例如啦，我要推閱讀文化喺間幼稚園當中喎，咁我點樣去推咧？咁我推嘅同時咧，亦都需要啦，俾咗一啲明確嘅目標老師啦，等老師去知道究竟我哋係向緊邊一個方向去行啦。等老師咧到時可以教翻小朋友一啲閱讀嘅重要啊，或者培養翻小朋友嘅閱讀文化。另外咧，除咗令到學校入邊嘅老師知道我哋提倡呢一個嘅文化之外啦，亦都可以將呢一個文化點樣去令到家長都知道啊，令到家校合作一齊去共同去幫小朋友去發展某一方面嘅知識啊咁樣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倡導者嘅角色啦。第二個啦就係個人角色嘅重塑者。咁領導者啦，需要令到老師咧去促進翻佢哋嘅專業成長啦，幫佢哋去發展一啲新嘅知識或者新嘅技能啦，去適應翻我哋唔同嘅改革嘅喎。以頭先嘅例子為例，我想推動一啲閱讀嘅文化喎，咁我就要令到老師去明白翻閱讀嘅重要性啦，等佢哋知道點解我要喺幼稚園當中去推廣一個閱讀文化俾小朋友喎。可能舉辦一啲教師嘅工作坊啊，或者講座啊，去等老師去參加啦，甚至我可以參加唔同大學或者唔同坊間嘅機構，可能佢哋會有一啲到校嘅服務啊，令到老師明白閱讀嘅重要性，知道點樣去推廣閱讀文化俾小朋友啦。咁領導者就需要安排呢一啲嘅活動啊，或者咧一啲進修嘅機會啊，等老師持續翻佢哋嘅專業發展，同埋等老師有一個反思嘅機會，學習翻點樣去改革啦，去向住一個共同嘅願景出發嘅。第三個啦，就係改革嘅促進者、領導者啦，需要監察啦，同埋指導老師咧去學習點樣去推行呢一個嘅改革啦。例如我係一個閱讀嘅文化，咁單靠一位領導嘅老師或者一位行政嘅老師去推行咧，其實係好吃力嘅喎。咁其實老師都有自己嘅能力點樣去推動閱讀嘅喎。咁所以咧，領導者咧就需要下放權力俾老師啦，等佢哋咧可以發揮翻一啲內在嘅動機。同時領導者啦，亦都要透過一啲定期嘅評估啊，或者反思啊，去確保呢一個改革咧係順利咁樣去實施緊啦，同埋改革緊嘅喎。總括而言啦，喺幼稚園當中咧，領導者喺事務管理、教學指導同埋轉型推動當中啦，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佢哋喺轉型嘅角色當中，唔單止係一個提倡同埋促進改革啦，仲要咧去重做翻一啲個
人嘅角色啦，以確保咧幼稚園喺一個不斷變化嘅教育環境當中啦，都可以有佢嘅適切性，而且通過一啲有效嘅領導啦，可以令到幼稚園個教學質素咧提高啦，促進翻個教學嘅創新，令到小朋友咧有更加好嘅學習效果㗎喎。